新的一个发展啊，然后意表着说我们可能在假期当中有规划去旅游等这些事情，都可能要再等下一次的长假才有可能在规划这个旅游了哈。所以我们每在长假假期的过程的规划啊，我们就会依靠着我们的经验，或是我们现有的这个预算啊，还有我们的各方面我们能够掌握的信息来做旅游的规划了啊。那这个规划的这个旅游，就带给我们在假期当中的一个休闲啊，或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我们各自的目的啦。那不论怎么计划规划，我们大概都可以比较容易掌控，是因为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或是我们的经验法则、我们的这个想法当中啊。但是在人生旅程的这种这个议题上啊，却不太一样了哈。人生旅程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充满了许多的未知数，所以不是单单只有靠我们个人的经验法则，或是我们的财富、社会地位或是我们的经验法则可以足以应付。所以在我们面对人生旅途的这种规划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要去寻找不是在我们的经验法则之外的可能性。所以宗教信仰是一个普遍的寻求的一个方式了哈。所以在世界各国都一样。所以台湾是一个很多元的宗教的传统社会，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精彩的宗教活动宗教这个议题哈。那你大概可以推出说其实台湾人也很在意自己的人生旅程的掌握确认。所以有充满的不确定，但是希望找到答案。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旅程的规划的依循可以真正帮助你跟我真正帮助你跟我去走得很踏实，有一个明确的，或是说有一个依据我想基督徒你跟我都一样我们也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因为耶稣看不到嘛，这个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耶稣不在我们旁边虽然有圣灵保惠师跟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生的课题啦。不论你走了几年你选择了基督信仰作为你人生旅途的一个依据其实每一天都要面对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那这不确定性从哪里产生的？就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最如实的人生生活所以面对的课题，如何去面对，让你可以确信无疑的来继续走你的人生道路，要依靠你所选择的宗教信仰、基督信仰来帮助你跟我走这一条人生道路。我想这个是你跟我今天在座，我们要很诚实面对的一个信仰课题。包括我也是要每天去如实面对我的人生生活，虽然充满许多不确定跟未知，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很踏实的、很勇敢的、很充满的盼望，继续的往前进呢？我想在座我们每一位应该也是跟我一样的既然我们在这边聚集然后奉主的名在这边聚会了，奉主的名，所以要奉到什么程度？奉就是领受嘛然后降服这个都有这个意涵在。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课题，是我们到底顺服顺到什么程度，奉旨奉到什么程度？我跟师母嘛结婚36年我常常说，哎呀，我依照师母的交代，我照我师母的交代，奉我师母的意涵去做很多事但是我真的有没有这样子奉到这样程度，是我自己最知道了那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也是一样，跟你们一样在走这一条信仰人生道路。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一起在同奔喜安圣城的大道上，我们这个路可能会充满许多艰辛不过这一条路，我们是手牵着手，心连着心。不管你是在哪个教会，奉主的名，我们一起来奔走人生信仰这种喜安圣城大道的路。各位弟兄姐妹，你确信无疑吗？当然，诗歌唱也都很容易唱。我参加这个不同教养，最典型的是
不管是台语圣诗也好，华语圣诗这个敬拜赞美也好，我们唱得很激动，很投入嘛今天的诗歌也有你要能够顺服，能够交托。现实面的生活是最大的挑战，就在这里。所以，耶稣他今天的这个经文，耶稣出来传道他从他的这个拿撒勒家乡开始去会堂然后拿那个圣经讲，念出以赛亚先知书，他要做他福音事工的很重要的宣示之后，就开始到各乡镇去做福音这个事工。那路加福音很有趣他把耶稣的福音在世上的福音事工，当作好像是一趟他在世上人生旅途的一个描述所以耶稣经过很多的乡镇，然后呢，面对很多很如实人生生命的议题有这个姐妹争大小然后也有这个生病的人拉撒路复活，也有这个门徒要争大谁做居首位还有财主的什么这个迷失等等。你如果有机会我们当然查经都有机会，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充满着人生生命的如实生命的议题但是更重要是耶稣他的使命有一个目标，他往耶路撒冷圣城要走去，然后经过很多的乡镇做什么福音事工。那不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去建造自己的名声所以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声嘛他不是只有在这边说我是很出名的布道家，我是很出名的这个什么这个医病赶鬼的这个讲方言的牧师等，没有，他不是只有在做这些事情，他更重要是要去完成他在世上上帝要他去做的是什么，就往各个他的这个十字架道路走。要来带出一条新又活的人生生命的道路，这是耶稣在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路加福音通过这样的描述来完成耶稣他在世上所要完成的这个使命的一个描述。所以这个很重要，是耶稣出来传道，他的名声广传，因为很多人听到他所做所讲的，所以想要来认识他。所以群众对耶稣的期待大致上有2个层面是最直接的，跟你跟我其实我们在选这个信仰作为我们人生依据的时候的大概也不外乎这2个很重要的课题第一个就是跟你跟我最直接的我们生命健康肉体的关系嘛。谁会希望说我信耶稣之后这边痛那边痛，然后呢这个因为身体健康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那这个是最直接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在老街那些朋友，你不要以为他们信得空空洞洞他跟你跟我都一样很在意他的生命嘛，健康的问题嘛，当然在意他们也很在意的所以他们也在寻找他们的人生生命旅程的依据的时候，他们把他的心力放在老街上这几个经典代表的宗教信仰。所以这个现况，你跟我都在走人生道路嘛，我们选这一条道路，就是走耶稣的道路。当你环顾四周，你会觉得他们选的错吗？你看他们在投入的心力跟庙会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程度张力，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所带来的影响力，难道他们错了吗？我们都自我安慰了是的，他们选错了。但是在现实面的每一天每个时刻，特别在庙会活动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会静静的思考说，在他的生命的追寻上，他们好像比较有充实感，他们好像比较有那种力量的这种感觉了当然，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说那个是有什么邪恶的力量，但是我在说人生生命的这种你所感受到的最直接的，你的身体健康，我们都很在意，没有错，这个也不是对跟错，是很在意，是很好，大家都很照顾。第二层面是心灵的问题，我们当然希望我能够平平安安。
没有牵挂，没有忧虑，他们也在寻找他们这种没有牵挂的信仰依据吧，跟这个寄托。所以在这个过程，整个我们在活在这个现实面，我们基督信仰从来不会跟你讲三层天外的事，是很直接面对你跟我很直接的这种现况，特别是不是只有在我个人教会里面的，是教会外的，你要去看到的。所以群众很期待从耶稣身上，或是他的一个行动的过程当中，有得到在肉体跟心灵上的依据帮助。那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可能的哈，我自己猜猜，我们可能肉体上是说啊，我照顾好我自己很清楚，我不会求太多，说什么可以长生不老、仙丹啊。我们基督徒没有在求这个，他们可能有，可能的哈。心灵上大概都一样，我们也很希望是心无挂虑、平安过日子嘛。但是我们的心无挂虑、平安过日子的平安，是只有说，不要什么让我不顺遂的事，或是我的这个生意可以做得不要有困难，或是我孩子读书呢都能够怎样，功名成就。啊，我们的平安不是只有这个吧？但是他们可能是只有这个，真的不论怎么样，这些期待就带来很多的群众汇集在一起，来接近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教会汇集在这边，我想不单单只是肉体心灵上那么单一性的层面的需求期待了哈，我相信哈，我们应该有更不一样的，在耶稣身上所要彰显出对我们生命的影响。这个当然是最直接，我们跟他们的这个信仰选择的一个差异性的其中一个要点之一啦。所以这个很有趣是，他们想从耶稣身上得到灵力分灵啦。这个在民间信仰很流行的，就是灵验跟不灵验，因为这是最直接的。我刚才讲过，肉体是最直接的，心灵还不一定看得到。所以灵验性是他们的依据啊，判准的依据。这个宗教信仰跟我的关系要有显灵跟没有显灵，没有的话，他就可能会动摇，就可能去选其他的选项，会带给他直接的灵验性的感受。马偕牧师来台湾，其实肉体的需求跟心灵，其实肉体是最直接的，所以拔牙给药，很多朋友就因为这样子跟马偕牧师建立关系，加入教会的也是有，也是当然是其实占很大的比例。分灵，圣经写到他们很想从耶稣身上得到灵力，你跟我也都很希望从耶稣的身上得到灵力啊，好像可以增加我做事的一个力量跟确定性嘛。好像可以飞天长地是最好，想从耶稣身上分到灵，这是当时候的这些朋友们来找耶稣，来亲近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来源。所以在圣经的描述，耶稣是很平凡、很接近地气，跟群众在一起的一个宣教师啊。他不是只有在淡水长老教会的牧师，他是在老街。在黄金海岸，在那边站着跟人家讲道理，其实是跟马偕牧师当年是一样的。这些朋友他们想从耶稣身上得到灵力，耶稣他在他们当中要告诉他们什么事呢？很好啊，这些人亲近我，求之不得，所以当然是更期待是说，那你跟我们讲一些好听的话吧。这是祝福的话。我在真理大学，我们很多教职员工不是基督徒，他们最喜欢什么？牧师，你来跟我们祝福一下，讲一些好听就是祝福的话。他们心中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平安感觉哈。什么上帝赐福啦，然后主恩满满啊，平安喜乐。我们周遭这些朋友很喜欢这样子，他们喜欢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好消息。最好是能够说
这个今天庙会之后呢，有摸彩，可以这个中大奖，譬如说了啊。所以当年我在想，我是没有，我看日记，马街日记里面，我讲马街牧师在街上可能1次2次之后，大家都会知道，只要他出现，他的好消息就是我牙痛可以得到拔，我这个疟疾可以拿到奎宁，这是很直接的好消息。更期待耶稣传讲好消息，结果今天的经文，耶稣有，耶稣要讲好消息，但是讲的好消息，当下你如果在场，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啊，你也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是贫穷、饥饿、哀痛？这个才是耶稣所要认为是有祝福的，有得到好处的，啊，当下你如果在场，你听了，你会觉得是，我怎么会找你？你这个找错人了啦，找错人，啊，那当然耶稣有在提示说，这个就是跟他在一起的，他要带给跟他在一起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在这个贫穷、饥饿、哀痛，啊，这个很矛盾的这个提醒的祝福当中，他所要跟这些真正能够听得进去耶稣所讲的人生生命道理的人，所一个提醒。所以在这个怨恨、拒绝、辱骂丢弃是看作恶的这个过程当中，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现实面，大家所期待的，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一个角度跟方向之下，他来一个180度的扭转，目的要做什么？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嘛，就是人生不是只有一个层面，也不是只有你的角度，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啊。其实简单讲是这样子，也不是说单单只有上帝的角度了，其实上帝的角度就是横跨所有的了，也就是说告诉我们有限的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而已。你看得见你看不见的吗？当然是不可能嘛。但是你可以想看看，你还没有看见的那可能性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第一个所提示出来的祝福是让当下可能受到实然环境习惯性的，包括基督徒或是跟随他的这些门徒，来一次重新审视他自己的一个选择的机会了。选择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你为什么要跟着我走这条人生道路？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个才是真正的有福，而且为了这个而受人家辱骂的，这个才是更好。所以有时候听起来好像是我们基督徒，耶稣是有一个自虐狂的，叫大家都要贫穷，大家要饥饿，才是可以，才可以算是好基督徒的。的确也带出曾经有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是真的走这种路啊，就是自己贫穷，然后自己鞭打自己，要来过这样的所谓的祝福的生活。但是耶稣在这个场合里面很如实的告诉当时候的听众，这些期待从耶稣身上得到好处的这些朋友，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完全不是照他们所想的。甚至如果人家觉得很讨厌你们，如果你跟随我了，继续讲这个道理给人家听，人家很讨厌你，你倒是要欢欣喜悦。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是很好做吗？如果你真的要照耶稣，奉耶稣的旨意，照耶稣的教导去告诉人家说，你要贫穷啊，你要肚子不要吃饱，那你还要高兴，人家骂你说神经病，你在讲什么道理？其实耶稣在这个祝福的过程当中，他所提示的就散布在我们的其他的教导就可以遇到了。耶稣说要饶恕人7次的7次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就是等同于这些耶稣讲出来的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那跟哀痛的人一起哀痛。
但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说，耶稣的教导其实就已经散布在其他的一个教导当中。这一条道路你走了，你才会如实的踏实。那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让人家觉得听得很刺耳的话。然后呢，特别这个讲完还不够，他还跟你，到底是讲好消息、坏消息，我都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哈。他为什么还在跟你强调一下说，有钱的人、富足的人，还有吃太饱的人、吃饱的人，那太高兴的人，这个才是更是有祸的，还加码，不单只是跟你讲说贫穷饥饿，然后哀痛，他还跟你讲说对称出来的是更直接讲，所以2次下来，一个是说要祝福，一个是好像是跟你提醒诅咒的感觉哈。这2个完全没有办法在你现况如实的生活当中，你的预期当中，能够跟你对应到任何一点，没有一点是可以对应到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现场，你会再继续跟这个没有灵验性的，而且是讲的满口这个胡说八道的、矛盾一堆的这个耶稣呢？你会继续跟他吗？今天一样，如果这个经文再一次跟你们讲，你会继续坐在这里吗？那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我常常说，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选耶稣？说是我人生旅途的规划依循就是他。请你告诉我，耶稣讲的这个无厘头的话，你还会想要继续做下去吗？那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说没关系啦，反正这个是说耶稣讲一讲，说给人家听而已，并不会是实际上是这样的意思。那不然是什么意思？请你告诉我，耶稣如果只是你所想的，就好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个是说一说，给你参考一下，饶恕7次，然后呢这个也是随便说一说，或是只是场面话说一说。如果圣经上所有的这个基督徒应尽的奉主名去执行的这些教导都是参考用的场面话，你觉得你选这一条人生道路的依据是可靠的吗？是可以值得继续押宝下去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走到这里一样，我们还继续往前走嘛。这一天今天刚好的经课是这个教会3周年一次的一轮到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是在跟我分享我为什么继续当牧师。所以耶稣要告诉我们，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啦。我们在应该的过程跟实际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生命里程，常常就会遇到冲突，就是耶稣提醒我们的。我们应该相信，就是奉主的名，应该相信这个主耶稣的教导，跟随他教我们应该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程的这种方向发展，这个是应该的嘛。但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人生生活。那实际的生活，刚才包括我们老街那些朋友，他们在做他们的这种选择嘛，他们在找他们的灵力嘛，对不对？他们在找他们的平安喜乐嘛，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的一个影响之下的使然啊，我们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啊，所以我常常跟年轻人讲说，你只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我在学校教书，我可以管你什么吗？我可以帮助你啦，协助你不要偏差太远嘛。但是你如果还是执意一意孤行要做，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为你代祷而已。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事，实然，我就常常跟学生讲，你实然，不管你觉得你程度怎么，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事，当然很困难，很多人找不到嘛。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第一个要懂这个，你要很如实的面对你自己。像我也是很如实面对我自己，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所以我当牧师明年要40年了。我讲出来任何一句话，不会对信徒讲说你圣经读多少，我是牧师，我讲的才算。你懂意思吗？我都还要学习啊。第一代的信徒还是慕道友，我都要很仔细听他讲信仰生命的见证啊。是不是？这个是我嘛？我的如实面对我的不足，我要实然的面对我自己的什么有限，我要知道这个，所以我有没有感觉到那种贫穷感？所谓的贫穷，我有没有感到我不足？有吗？
有的话呢，就是耶稣告诉我说：“哎呀，王荣昌，还好，你现在在大学当校牧，这个好像学历很高，什么你懂很多哈？没有啦，我其实什么也不懂，对不对？还是要学习。我有没有感觉不足？当我有的时候，那实然的这种我面对的应然的部分，我就对应到了，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一个信仰的课题，是放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的历程上。你有没有很确信的、没有怀疑的来相信上帝对你的教导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去行的？有，那实然是常常告诉你场面话而已，说说而已，不可能做得到。所以呢，你就会开始觉得说，那我就打折扣来过生活好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没有太大的差别。各位弟兄姐妹，一条线也不是很明确的了哈，应然跟实然的过程，但是却是你影响你一辈子生命里程的一个关键点。随着年纪增长，我今天早上是没有太多机会跟我们的长辈分享，是你活到96岁、100岁一样啦，也是要面对这个课题啦。因为你活到96岁的时候，身体衰老，好像做什么事都不行，眼睛看着子女孙，他们有他们自己事要做，没有人要没有人要理你的。你要看外劳而已啊，外劳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们只花钱给你雇佣一个外籍劳工，24小时陪你，因为大家都很忙。啊，我是没有机会这样讲，这样太残酷了，因为我才刚经历过，我自己在审视这个过程，我要自己也要开始实然面对。我虽然还不是我明年才进入到高龄社会，但是还有一段路要走。如果照这个现况，我只是刚起步而已。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觉得你很年轻，什么事都可以做，你的实然你可以悠游自在，所以这个应该的都可以依照你的知识、你的这个经验法则、你的这个体力等，你就可以照你的方式、实然的方式来对应应然的方式。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操练啊！我们走这一条信仰道路，就是在操练这个，如何把它结合在一起，让上帝的话语帮助你在实然生命可以过得很踏实。你可以很诚实面对你自己的现在的生活，不管你几岁，你的人生历程走到什么程度，你就是很诚实面对。因为你要看的是影响都是从外在嘛，然后呢产生到你内在。所以我刚才讲过，你看那个老健那些朋友，他们在迎神赛会的时候，请你告诉我你的心境会觉得怎么样？你如果一直看他们，当然也是没得看啦，没得躲啦，一定要看嘛，一定会塞车什么，你就很讨厌啊。哦，那当你看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回来想，那我要在这个实然的这种打击、冲击还有挑战的过程中，我应该要怎么去面对它？求主帮助我，我们也是要分灵啦。我们的分灵是讲，求主帮助我，我信心软弱，我都自以为是，求主帮助我，是不是？让我可以更加有勇气往前迈进。对这条选择，虽然充满许多实然的挑战，造成我很多的疑惑，但是呢，既或不然，我愿意继续走下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选择这个信仰，你有没有很坦然的去面对你自己？你那种你那种疑惑心充满的，还有这个自以为是的，不断的在纠葛在一起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你选择这个应然的信仰，到底对你产生多少影响？所以确信自己的不足，
需要上帝的供应，不断的来提醒自己。你是那无知的财主吗？不会啦。我们读圣经比喻的时候，圣经所提醒的、所讲到的，我们也不会是那个路过看到被打伤的那个路人啊，那个生意人，我们都一定是好撒玛利亚人。我们都常常把自己读进去，那我们觉得应该实然是我应该是那个角色，我应该不会是那个，但是却从来没有去注意到，实然是束缚着你，就是大环境是束缚着你，你没有办法跳脱，你却自以为是的在那个实然生命当中找到你自以为安身立命的一个基础。所以耶稣的话语不断的在摇动你自以为是的安身立命基础，来提醒你这很重要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贫穷的人、饥饿的人，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啊，对了，我们都有去做善事啊，我们都有去做慈善的事业。你最饥饿啦，你最贫穷啦，你有没有注意到？有，那这一个才是我们所要的。那实然跟应然之间的结合。当你有看清你自己的不足，当你看清自己的饥饿需求，上帝的话语的喂养，那你的实然的生命就可以过得很踏实，很踏实。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啊，这个耶稣他走向耶路撒冷，那个是客西马尼园最后那个杯可以挪开那种很痛苦的一个抉择啊，是要把自己干掉，你自己要生命要推向那个死亡。那你觉得你会吗？你会这样子做吗？你也常常说不会啊，不必然要啦，基督徒不必然要。但事实上是，就是你在实然跟应然之间，你就是要致死你自己的时候，你愿意吗？你愿意把你这个自以为是的自我致死吗？那个杯很难喝。耶稣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不要。我们也常常在跟上帝讨价还价，可以不要吗？啊，我们自己都决定了，说暂时不要，暂时不要，好，暂时不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这个逆耳的福音，啊，不是讲给别人听的，是讲给我们自己。所以你听了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牧师跟大家分享，是我自己在鞭策我自己，提醒我自己。所以我要能够确信无疑，上帝的话语是我依循的，是我依靠，是我人生旅程的唯一依靠。我要跟着他的这个道路，他的规划，我来往前迈进。那我也要如此的面对我的人生。所以我有很多可能性会遇到，包括我可能等一下开车回新竹，就开始沿路要骂人。我们常常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生笑话，回去跟师母吵架，这是我的人生啦，但是我要如实面对吗？要，但是这个不是我的借口，说人生就是这样子而已啦。所以场面话说说，信仰也是一个场面话说说，一点不会在意它，确实是你关键生命的关键点。所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如实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不足，如此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如此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可能心还不变，还有充满许多的这种焦虑。诚实的来面对，我们就诚实的来让主的话语，让主耶稣来带我们走这一条人生道路。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很清楚知道是感谢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句话我们就可以坦然的讲出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一起跟他走上哥哥他，他为我们死了，救赎你跟我，这个代替我们，他已经承担所有我们应该承担的最重的责罚了。弟兄姐妹，那我们不应该更是要坦然无惧的，更确信无疑的来走这一条，就是依照他的教导来走这条路吗？盼望我们生命充满许多不确定性，还有许多的挑战，哎呀，太多太多了。希望盼望
邀请各位，我们来一同走这一条生命之路，就是依靠主耶稣的教导、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栽在溪水旁，结出好果子来。同心祷告，感谢主，在生命彷徨无助寻找不到出路又受到使然的人生生命的影响造成许多的困扰。但是感谢主，你通过主耶稣成为我们至好的朋友，带我们走出一条新又活的道路。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依循，成为我们人生旅途的蓝图跟依循的一个依据。在我们受到使然环境影响下，我们偏行歧路的时候，求主通过圣灵保惠师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提醒，大家心连心、手牵手，互相彼此鼓励，继续的同奔这喜安圣城永恒之路，让我们不退转，让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确确实实就如栽在溪水旁的果树，一径亨通。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能够呈现出荣耀主，我们得赐福的人生生命。愿你保守带领我们。